雄集体无界大军，打赢无界势力赛起。洪三爷发现只有会晓台语念咒，才会当解除召唤霹雳英雄联手防御。学台语，学台语，聊落去，聊落去，学台语，学台语，聊落去。这种仔仔上爱，我伫眠床拍电动，就使鼓你上爱。逐工穿甲水当当，今天才上爱。开始起床刮刮乐，天到黄雨偏着，我老夫着笑眯眯。嘿，囡仔，莫阁真大，对我碰风，咱来去烧这火仙来斗阵，来找找英雄咯。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组一个战队，来讲台语哦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江湖达人一点关》。你点点啊听，我是上缘投的拽呀。今仔日欢迎收听拽呀讲故事，喂，拽呀！嘿，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看你自头到尾，家己咧细细念，啊是咧念啥哈？吼，碰风老师啊，你早唔来，晚唔来，人讲到当精彩的时阵，你才咧甲喊卡。实在互人要哭无目屎呢。啊无你挂耳机，搁挂麦克，啊是咧创啥物啊？我是伫遮做练习啊，想要试看卖啊，用台语来做电台主播。哎呦，好囡仔，这个计划阁袂歹哦，用这种方式来练习讲台语，哟，听起来真趣味呢。嘿，你这个头壳，哪会想到这种的撇步啊？嘿嘿，袂歹袂歹。安尼，咱先界小学，嘛会使用这个方式来试看卖哦，招大家来学讲台语。碰风老师啊，这个方法咯，唔是我想出来的啦，是我最近拍电脑上网络找看卖啊这种台语教材。会当简单的 DIY， 帮助家己伫咧厝诶学台语，拄啊好啊！我找到这个高雄枫林国小的老师，因伫网络发表家己足侪台语教材来帮助学生学台语。这个方法看起来拢真趣味哦。安尼好。安尼，咱就赶紧叫咱的特派员去拜访这位老师，找到对抗魔王拍通关的撇步。好，看我五行八卦书，走江湖。找人。哦，老师，歹势啦，我来啊。不要紧，紧你办事，紧嘞。哎，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上课哪会当拍扑克牌啦？我乖宝宝呢。哎呦，唔是啦，这是老师另外设计的台语的心脏病啦。你看哦，来，你看，这是啥？那是英语啦，我袂晓咧。唔是啦，这是台语的罗马字母，伊会当拼出足侪台语的一寡拼音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嘿啊。哦，你有够厉害啦！咱等下要算的是这个找亲情哦。找亲情哦。其实这就是一种记忆的一种算法，不过你咧编排的时阵，一定要把迄个发音念出来。找到两个同款的发音，你就当倒做一对，就亲情就找到啊。哎，好哦，这袂歹哦。找到亲情，够够。哦，这个找亲情吼，我个人较厉害得着。你甲看卖咧啦，我收集到这么啊侪张牌呢，哇，厉害吼，老师啊！有影得着。以你这看起来这么啊巧思，绝对是无问题啦。不过呢，咱还阁有别项的课程要阁体验哦。好啊，安尼阁有啥物别项的课程啊？各位同学，大家较早入去教室，请先来。是什么声音啦？哇，拢讲台语呢？
啊，无得空吼，我会当去找着通关的咒语哦。啊，赶紧来甲看卖一个。祝大家有一个欢喜快乐的一天，真努力。同学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的名叫做高超生啦，来一支起手的，哇，咱的两个好朋友呢。哦，头仔迄声你的声哦。是啊，你敢有啥物代志？我想讲你哪会遮厉害啦？放送叫要创下，大家都爱创下呢。你有练功夫哦？因为这是学校的公布系统，是阮拢是经过老师特别挑选的哦。遮厉害！安尼我高头生一定是会当吼，伫这个位顶悬安尼吼，大放异彩啦！安尼来，我嘛想要试看卖，敢袂使？好啊，你试看卖。来。不过先甲你讲哦，无遐尼简单啦。test，好来。这啥物？摕这个扫帚。同学，这无简单呢。是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你都拢唔信吼。我想讲，我都为台北到下港当作厉害呢。今仔日安尼闹开啦，歹势啦，安免弄较好啦。我甲你讲，阮学校有一个广播课，你会使去上看卖的。上影无影啦，今嘛学校有广播课哦。真的啊。安尼你带我去好无啦？好啊，咱进来去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阮家是红林移动广播电台，我是板桃，我是包啊，欢迎收听选举加牌台人放会。对啊，你嘛讲较细声咧，互我感觉足紧。哇，老师有够赞呢，这敢若像咧听电台安尼啦。咁安呢？真的啦。这是我今年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啦。是哦。因为囡仔永早拢是干那老师讲囡仔听，汉弟讲有这个上台讲话的机会，所以我就想讲就一个广播电台这个教学计划，互因试看卖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老师你最用心呢。像咱平常时咧学台语，若是黑板顶悬教感觉足无聊的啦。透过这种方式来教伊加足趣味的呢。会当用这个语牌学罗马字，用手红来做搬戏安尼。最后佫有这个广播电台拉力哦，哇，真正是今仔学有够侪物件啦，连我也学着真侪正确的台语的念法啦。家己一厝嘛会当足轻松学台语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今仔日其实也佫有足侪撇步，不过呢，我无法度互你学伤济哦。安尼希望你后摆有时间较接来的哦。好，我若有时间定等来红林国小行学台语啦。好啊，欢迎你哦。好，安尼多谢老师哈。今仔日差不多要来过时啊哦。准备等来先甲恁臭屁一个啦。好，再会哦，再会。师傅啊，来！哎呦好痒！最近都没有下雨，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。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已经几日天拢无落雨了。师傅啊，免烦恼，我已经叫沙丁去较远的所在提水回来。较等呢，咱就有水通好洗身躯咯。太好了！我第八改，好想洗澡。师傅啊，你是师傅，较等呢你先洗，洗好了后，才换大孙仔洗。恁两个拢洗了后，我才洗。你这个野道啊！竟然叫冰针去洗！我叔啊！你这只戆弟弟，大师兄，听啦！你竟然叫师傅去洗！你是在讲啥啦，大师兄？我是讲你们两个先洗，洗完之后再换我洗。我是叫尊师重道的呢。叫你好好学台语，你就唔学啦。是洗，唔是洗。这个台语哪会遮困难？台语一点仔就无困难，咱会使玩创意学台语。透早起床去上课，老师同学大家好，囡仔要上台语课，学台语真趣味，大班仔搬戏写脚本，嘛有台语电台来练习，
来讲，我来对，大家听，笑嗨嗨。透早起床去上课，老师同学大家好。今仔要上台语课，学台语真趣味。搬班啊搬戏写脚本，嘛有台电台来练习。你来讲，我来对，大家听，笑嗨嗨。哇，碰风老师啊！我看到枫林国小的小朋友台语这么厉害，我感觉家己爱较拍拼啊！毋若是收集通关咒语啊尔，迄人7、8岁就会当用台语创作歌谣呢。咱好像是先界小霹雳战队，迄输人毋输阵，我搁爱搁较拍拼合适才会使。真好真好！啊那今仔日李玉老师所讲，遐咱咧学校定定会用到的台语，你是毋是拢会晓啊？嘿啊，我拢学晓啊！安尼好，安尼我来甲考看卖哦。好，无问题，看我的。碰碰甲你讲，台语一定通。老师，同学，学校，教室，窗仔门，导游。休困一下，马上就要来挑战魔王咯！学台语，来讲台语哦！新州方面，玉天剑魔关，一拜天道魔王，召唤霹雳英雄，欢迎台语小战士来挑战。台语战队，拽呀，多利，恭贺，天才，战术结合 ，Go Go Go！ 欢迎各位战士加入今日的台语战队，来，请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。爱拍拼才会赢，咱是上厉害的老州高校董主君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州高校5年的苏静纯，我上爱跳舞加食物件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州高校老主持，我上爱唱歌还有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州高校5年的杨嘉怡，我的兴趣是画册加唱歌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州高校5年的林贤辉，我的兴趣是唱歌加跳舞。哇，今仔日的小朋友台语拢足流利的呢！啊，无小等结束了啊，咱做伙来耍台语的桌游。喂，拽呀！啊，较等下咱的小战士就要来击败魔王，要来挑战啦。啊，你哪会拢袂紧张啊？碰碰老师，你放心啦，你看这个小战士台语遮灵溜，百面无问题。这有信心是好代志，但是呢，不惊1万钱，惊万一。今仔日呢，咱同款邀请到咱台语文老师专家替大家来解说，欢迎咱的黄如丽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如丽老师。今仔日看到小战士对学台语这么热情，实在让我足感动的。希望大家今仔日拢有真精彩的表现。老师啊，小等下要做伙耍桌游无啦？拽呀！嘿，你今仔日哪一直咧想要耍桌游哈？耍桌游的代志，较等下再来讲。哦，好啦。今嘛马上挑战要来开始。现主时，咱来看卖今仔日闯关规则说明。剑术联手挑战赛，时间限制3分钟。
证书答案正确，魔王减血；答案唔对，证书减血。血总无的就出局，证书联手先互魔王无血，就算挑战成功。好了，破关赌魔就在此时，小剑书准备开战。今晚破关赌魔就开始了。哇，比赛精彩开始了，耶！对呀，哟，今仔日的小剑队呢，这4位小剑士，你有对一个你上看好的无？哇，我大家拢嘛足看好诶。咱先来看咱第1号的这个小剑士哦，进纯。伊咧学校参加这个演讲比赛，得过第1名，算状元哦。好厉害的呢！所以你看伊答题真稳健。咱第2号的小朋友若嘛无差哦，子琪哦，咱的小剑士子琪。伊嘛是参加过演讲比赛，得过第5名。啊，不过伊看题目，敢若看足久的呢。因为若是要打败魔王，唔惊1万只惊万一，所以题目一定要画好清、画好明啊。唔对，我扣血啊啦！凤凰赛，你看4号宣慧小朋友啊，好足厉害的呢，连续刷3题啊呢。咱的第4号宣慧小朋友，这个嘛是比赛内底常胜军啦，得过迄个朗读比赛第2名哦。啊，第3号的小朋友嘛是叫金燕哦，咱的嘉义小剑士演讲比赛嘛是摕过第6名的。所以讲，今仔日的小剑队啊，大家拢真厉害，小剑士大家拢真厉害。对啊。但是啊，小剑士碰风赛爱甲恁小提醒一下哦。碰风赛剩1分钟啊呢，较紧的哦。不错，咱即马时间只剩1分钟尔。所以呢，咱的小剑士答题爱加紧哦，爱加紧咱的速度，才有法度来破除这个魔关。较紧的哦，啊，无想到魔王敢要生气啊呢。咱魔王呢有这个生气值，啊，魔王生气值若紧绷了后，就会对咱的这个小剑士发动攻击。哇，小剑士，你得较加油诶，剩30秒啊，尔咧。只剩最后的30秒的时间。会敢若搁足济呢。咱今仔日的台语战队有法度来破除魔关无？紧张，刺激！紧的啦，我感觉你一定会赢诶。看到咱的小剑士，大家拢真认真，小剑士一定爱加油，召唤到咱的霹雳英雄。紧的，哎呦，时间到啊啦！真可惜，时间到已经结束了。足可惜的，我想讲，这届的小朋友安尼台语遮尔认真，一定会成功的啦。也毋过袂要紧哦，小战士挑战无成功袂要紧，行，咱来耍导游，我来做导头。嘿，怎样你愈讲愈含？哈？要耍导游，你搁要做导头？对啊。啊，无你是咧讲啥哈？啊，就是迄个桌游啊，啊，毋是讲导游吗？嘿，导游咧，桌游台语到底要安怎讲？来，咱有请咱的老师。哦好。跩呀，桌游应该是叫做导游。哦，毋是导游哦。当然嘛，毋是。安尼我搁考虑一下好啊啦。安尼你敢知定定带咱出去佚佗，迄个伫头前你带头迄个人，咱要怎讲？好，这我知，这就是导游，嘿，这个一定对的吧？嘿嘿。导游，我真正互你气死有影。碰赛平常时是安怎甲你教的？你竟然讲导游，台语是导游啊！老师啊，麻烦一个，甲咱跩仔小解说一下。哦，跩呀，迄叫做导游。导游，啊，听起来拢同款啦。哦，咱学遮尔济啊，咱来看这个小证书是毋是有其他的问题咧？老师，为什么碰风赛是老师2个字拢共字，煞共字无共音？哇，小朋友竟然会去想到这个问题。碰风赛甲碰风老师2字真正是共字无共音。老师啊，咱来小解说一下。哦，这是因为咱台语啊，
有2种音的系统，一种是文音，一种是白音。所以咱常常拢会发现这种现象，同一个字煞无共音。像讲咱来算1、2、3、4的时阵，咱台语会当讲1、2、3、4，嘛会当讲1、2、3、4。这就是用文音甲白音无共款的所在。像讲教室，这个教，咱台语吼嘛有2个音哦。像讲咱若讲教册，还佫有教时人，安怎教都教袂晓，这个时阵就用教。另外一个音呢是教育的教，嘿嘿，跩爷，我佫要来问你啊，你敢知影当时会当佫用教咧？这我唔知呢，老师啊，佫有啥物时阵通佫用？你敢真正拢想无？教室讲过啊。这就唔知啊啦。像一寡宗教啊，你敢知有啥物宗教咧？要举一个例无？对，有啥物基督教啊、佛教啊、啥物道教啊，迄拜拜迄对无？嘿嘿。跩爷真受教哦。这当然啦，迄叫做宗教。哇，跩爷你愈来愈巧呢。跩爷。老师咧讲，一定爱听，知影无？爱加学。台语就是安尼，接讲嘴就顺，接做手袂钝啦。小朋友啊，今仔日虽然无法度召唤到咱的霹雳英雄，但是不要紧，小等呢会使甲咱的跩爷来算导游，佫会使听我碰风老师来念诗。来，今仔日要念的诗是这首哦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风起雨对愁眠。姑苏城归汉山寺，夜半钟声渡客船。导游是导游，酱油是导游，桌游是导游，我拢分好清楚啊。我今仔日中路酒来，我感觉伊也上好耍，因为上好势就上好耍。因为受紧张，平常时台语无练得好，今仔日才会输。我转去了会拍拼练台语，后一摆来一定会赢。我会甲台语练甲比碰风师好，我会搁转来挑战，等我。